娇娇，你喝多了，要不还是我来开吧。我开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喜欢这辆车，我让给你也行。虽然这是妈送我的礼物，我舍不得，但毕竟你才是她的亲生女儿呀。白翩翩，这可是最新款的跑车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就算给你，你会开吗？小心前面，快下车，别碰我！娇娇，三哥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太好了，我的项链，那是妈妈送给我唯一的礼物，不行，项链呢？找到了。大哥，娇娇，没事吧？别喝酒。大哥，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呢。大哥在，没事了，别怕。姐姐呢？你还管他做什么？像他这样自私恶毒的人，肯定早跑了。我先送你去医院。大哥，我在车里。大哥，我在车里。大哥，大哥。今日城北大道发生一起重大车祸，医护人员已经紧急前往救援。翩翩，现在知道打电话了，大哥，都怪他才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的，你还准备搭理他？如果有来世，我再也不要做你们的家人。这有什么人啊？连自己家人电话也不接吗？倾一切代价治好他。我这是被抢救回来了。不对，这是3个月前南娇娇陷害我，将我拖下水的那次。难道我重生了？竟然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你敢抢我的风头！我告诉你，家千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白娇娇。他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救我！救命！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跟姐姐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跳下去的。你们快去救姐姐，她刚刚看到你们过来，就自己跳下去了。白翩翩，你装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大哥，他爱装就让他装。我们先带娇娇回去换衣服，别感冒。当时差点溺毙在泳池里，可他们只顾着白娇娇，还是家里的女佣及时发现，将我救了上来，捡回一命，真是可笑。你还真够狠的，为了博同情竟然装溺水。你一个从乡野河沟里长大的，竟然装不会游泳，真是可笑。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这种玩笑。妈这次被你气得不轻，等回去以后，好好当着妈的面给娇娇道歉。光道歉岂不是带便宜她？敢这么对我妹妹，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，让她知道，在白家，有些东西永远都别肖想。白娇娇是你妹妹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翩翩，娇娇也是你妹妹，跟她废什么话？她要是不好好跟娇娇道歉，我就让她滚出白家。好啊，什么？等我病好了，就打包行李离开白家。翩翩，你非要这么任性来气我，气妈吗？大哥，想走你让他走，我就不信享受过白家的荣华富贵之后，还能回去过苦日子。就是，白翩翩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医疗费可是我们给交的。你要是这么有种，就现在收拾行李滚出去！医疗费我会还给你们，除此之外，我和你们白家再无瓜葛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家不欢迎冷血无情的人。你什么时候想通道歉，什么时候才能重回白家？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。你大哥，他想走就让他走，他迟早有一天会跪着回来求我。你也是，明知道他心思古怪，还这么逼他干嘛？我只是觉得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，不配当我的妹妹。 23号床的病人呢？走了。那哪位来跟我交一下医疗费？你看到了吧？到最后，钱不是还得我们交？我跟你去吧。喂，小神医，我知道你已经隐退了，但这次有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从您问诊一次，为他的缺院的做1命2年，骨肉亲情，实在是让人动容啊！看，我知道了。您同意了？嗯。骨肉亲情，被白家找回后，我就一直潜心帮家人调理身体，拒绝了所有求医之人。现在看来，他们根本不配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奶奶，好，奶奶，奶奶。你没事了吧？我没事了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小诗，哎呀，上一世我好像也是在这家医院救过这名奶奶。病人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身体很虚弱，加上又有些感冒，回去之后也好好调理。营养不良？他怎么会营养不良？什么营养不良？他还有力气把娇娇推下泳池呢。去查一下，偏偏每天都吃些什么，为什么会营养不良？好的，白总。你叫翩翩呀？翩翩起舞，这名字呀有意义，
好听。今天呀，幸好有你救了我，不然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哎呀，你的家人心也太大了，还生着病，就让你一个人跑出来了。他们觉得我心思深沉，是在装病。哎呀，这也太过分了！奶奶第一次瞧见你，就觉得你是个好姑娘，你的家人竟然这样想你。哎呀，奶奶看着呀就心疼。偏偏，你结婚了吗？要是没结婚的话，奶奶呀把我孙子介绍给你。我孙子长得可帅了，1.85米，还有腹肌呢。你们年轻人不是都喜欢腹肌吗？奶奶不用了。哎呀，瞧你瘦的，你要是和我孙子结了婚呀，奶奶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谢谢奶奶，但是不用了。奶奶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是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还给你。他不是有洁癖吗？这小子转性了。哎呀，偏偏呀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孙子司伯年。哎，他可真的有腹肌哎。奶奶，司伯年，原来他叫这个名字。上一世也是我救了奶奶后，给他留了联系方式，所以最后他才过来的吗？一个陌生人都比我的家人在乎我的生死。就是你救了我奶奶。嗯，是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这孩子会不会说话呀？奶奶，偏偏呀，跟奶奶回家吧，奶奶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到时候和小年一结婚，咱们就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。奶奶，别胡说了。奶奶，不急不急，现在呀，闪婚的人可多了，这叫做呀先婚后爱啊。奶奶，您还知道先婚后爱呢？当然了，奶奶我呀可不是老顽固。既然奶奶喜欢你，你就跟我们回司家吧。还是不麻烦你们了。哎呦，偏偏奶奶身体不好，你又懂医术，跟我们回去陪陪奶奶嘛。好吧，谢谢奶奶。但是我还需要回家一趟，把一些东西还给他们。你这是又打算偷家里的东西出去卖钱啊？不该你说的话，你就不要说。不过，就算你告诉妈妈和哥哥们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我对你们白家的事不感兴趣。最好是这样。姐姐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手镯，你不能就这么拿走呀！好啊你！现在竟然敢胆大包天回来偷东西！没有二哥，是我想拿妈妈的镯子，跟姐姐没有关系，不要误会姐姐。娇娇，过来，不要帮这种品行低劣的孽障说话。我没有偷东西。你没偷？那你手上的镯子是凭空变出来的？你不要以为娇娇帮你说几句好话，你就可以把罪责推到她的头上。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偷东西，你们白家的东西，我不稀罕。你偏偏不要讲，你好好道个歉就没事了。至于这个镯子，你喜欢我可以给你买，不用偷。不用你假好心。大哥，
对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好，你还不如去施舍路边的乞丐，起码他们还会给你磕几个响头。还偏偏你作孽的把娇娇拖下泳池，还百般帮你说话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？你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偷东西。妈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知悔改的孽障？你这种人，怎么会是我的亲生女儿呢？真是给白家丢脸！我真宁可从来没有把你接回白家。这巴掌算是我还了你10月怀胎的生恩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你们白家恩断义绝。妈，你身体不好，别气坏了。跪下！你现在就跪下，给娇娇道歉，不然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。生活费？白家什么时候给过我生活费啊？我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打工挣来的。你打零工？你不败家就不错了。白家的财务每个月没少给你打钱吧？给了200，每个月连吃泡面都不够啊。200。就算财务少给你打钱，你不也经常偷白家的东西拿出去卖吗？你还会缺钱花？我唯一拥有过白家的东西，就是这条白娇娇不要的项链。妈，娇娇，你看妈妈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喜不喜欢？妈，这条项链都过时了，我才不想戴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白家的小公主呀，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快看看。妈，这些我都不喜欢，我想买新的。行，我们重新去买，给你了，走。谢谢妈妈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三哥，你记得吗？当时你看到这条项链的时候，说什么要拿回去，说就算是白娇娇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配有。是我跪下求你，才留下了妈妈送给我唯一的礼物。大哥胃不好，我就每天熬粥送到公司。二哥喜欢滑雪，有一次遇到了雪崩，我找了1天1夜才找来的救援队。三哥，你有哮喘，我每天把药带在身边，生怕出了意外还有妈妈的风湿。我全心全意的对你们，可你们心里却只有白娇娇，从来没有把我当做真正的家人。别往脸上贴金了，我们娇娇才是名牌大学的医学生，你给我们全家调理身体治病，真是可惜。好，就当是我自作多情。你就算对我有怨气，也不该这么对娇娇。娇娇是无辜的。既然你们执意觉得是我推了她，那我就从了你们的意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对这样的家人视为真的。这一世，我只会为自己而活。你哭了？没有。至少擦一下，或许奶奶会担心你。
谢谢。喂，四爷，你之前让我打听的消息我已经查到了。偏偏小姐是白家的亲生女儿，从小被报错才会找回来不久。她之前住院是因为白家的养女白娇娇被推进了泳池，但是白家没有人相信偏偏小姐。监控我已经通过手段拿到了，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。姐姐为什么会那样对我？我们娇娇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娇娇，你确定是偏偏害你掉水里的？确实不是姐姐推我下水的呀，姐姐不小心掉进了水池里，我想去救她，结果我自己也不小心掉了下去。你们最近跟姐姐吵架，不会就因为这件事吧？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呀？之前你们也没问我呀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误会了姐姐。我们当时甚至没有管偏偏，直接离开。要不是女佣救了偏偏，她现在可能已经……大哥，这不能完全怪娇娇啊！你想，她这次当着我们的面把娇娇推下去，那背地里还不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。但我们确实错怪了偏偏。这么大的人，还把她赶出去。那我们快把姐姐接回来吧。就算娇娇落水的事情跟她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她也不能毫无教养的跟自己的母亲这么说话吧？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只会丢人现眼。我还是先把她接回来吧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他竟然还敢拉黑我们！这个孽障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每次下雨就会犯风湿，这次跟姐姐吵架就更严重了。妈，你居然有这么严重的风湿，为什么之前从来不说？妈妈，下雨天您的膝盖肯定又不舒服了吧？泡泡脚会好很多。果然舒服很多。以后我每次下雨天都过来给您按摩，好不好？嗯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娇娇，别怕，娇娇别怕，娇娇别怕，妈妈在啊，妈妈在。自从白偏偏回来，每次下雨的时候，她都会帮我按摩。我这风湿呀，已经很久没有发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居然这么严重。哎呀，偏偏在背后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，我竟然一无所知。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还会按摩呢。妈，你怎么能让姐姐随便给你按摩呢？她又没学过医，又不懂穴位，这乱按下去会出事的。难怪我的风湿加重。哎呦，3日后呀，有个医学研讨会，听说妙手神医也会来，有他在，一定会根治好你的风湿的。听说妙手神医轻易不露面，也不会随便给人治病。若是合了他的眼缘，甚至分文不取。你确定？那当然了，赵院长呢看中了我的天赋，还特意送了我几张邀请函呢，还说有意让妙手神医收我为徒呢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娇娇有本事。至于那个白偏偏，不回来更好。神医前辈，明日就是医学研讨会，整个大夏所有的顶尖医者都会前去参加，这是至尊邀请函，您明日也去参加吧。啊，我还邀请了今年医学考试断层第1的白娇娇，到时候介绍给您认识。白娇娇啊，我很期待能够在医学研讨会上见到白家人。天哪，今天来参加研讨会的可都是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
不愧是在我身边养大的孩子，就是有出息。妈，你放心，等我拜了妙手神医为师，一定会让他彻底根治好你的病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娇娇呀，用心了。我让人通知片片来参加，不知道会不会来。哎呀，大哥，叫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只会丢了我们白家的脸。他似乎身体不太好，我看有没有医生帮他调理一下。哎呀，这……白偏偏，你不是要和我白家恩断义绝吗？这不还是借着娇娇的光来参加了研讨会？借光？你错了，是别人求着我来的。白偏偏，这里可不是白家，可以任由你胡闹。要是妨碍娇娇拜神医为师，我可绝不会轻饶你。白娇娇这辈子都不会成为妙手神医的徒弟。你，妈，你也少说两句。偏偏，之前你掉在泳池的项链坏了，所以大哥给你重新买了一条。凡洛蒂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可是价值100万。如果你喜欢凡洛蒂亚，是白娇娇喜欢的牌子，而我对银饰不迷。这么多年，我居然对这个妹妹一无所知。大哥，你还重新给她买了礼物，可是人家却不领情啊！妈，你知道偏偏对银饰过敏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之前送给她那条也是银饰的，她竟然忍着过敏，如是珍宝戴了这么久。偏偏，之前是我们忽视了你，你也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补过呀。弥补？迟来的关心比草见的道理，白大少爷不会不懂的。你现在这副虚情假意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够了，我好歹是你大哥，亏我还想着叫你一起来参加研讨会，看看有没有医生帮你调理身体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能来研讨会靠的是我自己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孩子，偏偏小姐把我们都拉黑了，我没有办法将邀请函给她。什么？偏偏没有拿到娇娇给的邀请函，他是靠自己本事进来的。他能有什么本事啊？我看他就是偷偷溜进来。他们乡下人不就是喜欢搞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？姐姐，你要是没有邀请函的话，就赶快出去吧，不然赵院长来了会把你赶走的。谁说我没有邀请函？金色的金色金色的姐姐，我们的邀请函都是蓝色的，你就算是要假冒，也拿个一样颜色的吧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不顾及亲情了。来人！怎么了，先生？这里有人伪造邀请函，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！啊，您好，请您出示一下邀请函。啊，邀请函没有问题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邀请函明明跟我的不一样。因为这位小姐持有的是仅有一张的至尊邀请函，这张邀请函只给了妙手神医本人。偏偏是妙手神医。你是妙手神医？大哥，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可能是妙手神医？姐姐，这个邀请函该不会也是你偷来的吧？什么叫野啊？白偏偏，就连至尊邀请函你都敢偷啊！白娇娇说什么你都相信？娇娇是我的掌上明珠，从小接受的就是高等教育，哪像你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。自从你回了白家，撒了多少谎啊！姐姐，我们今天来是想求妙手神医给妈妈治病的。你这么胆大妄为，偷了人家的邀请函，要是被神医知道了，冒犯了他，可怎么办呀？娇娇，我的病啊不要紧，
但是赵院长不是要引荐你拜神医为师吗？别因为这种小事坏了你的形象。还真是你自己想。白翩翩，你现在就跟我去找妙手神医下跪道歉。放开！好啊，你不道歉是吗？那你就在这跪着，等妙手神医过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赵院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的姐姐她拿了妙手神医的邀请函，还请神医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怪罪姐姐。赵院长，我们已经好好教训过他了，千万别影响神医收娇娇为徒的事啊。邀请函没了，可刚刚他跟我说人已经到了。已经到了，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在何处呢？小神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神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事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？赵院长怎么叫白翩翩神医？白翩翩就是妙手神医。没错。小神医，你跟他们之前都认识？不认识。赵院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白翩翩她是我的姐姐，她可不是什么妙手神医。我跟神医相识多年，怎会搞错？倒是你，本来我看中你是这次医学考试的第一，想让神医收你为徒，没想到竟然对神医如此放肆。赵院长，您误会，我们之前不知道翩翩就是神医，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也不会。神医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吗？白翩翩既然是神医，那他之前真的是在帮我治风湿？翩翩这个乡巴佬，竟然就是高深莫测的妙手神医，他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？你的医术明明高于娇娇那么多，为什么之前从来不说？是你们先入为主的，觉得我从乡下来的就一定一无是处，而且我就算说你们会信吗？哼，什么狗屁神医！我本来以为神医是多么高深莫测的人，没想到啊，是白翩翩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。那我可就要好好想想，这个所谓的神医是不是招摇撞骗了？就这么任由你的家人欺辱神医？好，那我也要重新考虑考虑，你适不适合进我们的医院了。院长，我们家娇娇可是我们白家最尊贵的小公主，这次医学考试还是断层第一，一堆议员抢着要她。你赵院长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处理就行，你先走吧。好，让开。翩翩，对不起，是大哥之前没有发现你竟然这么优秀。你们白家有一个人关心过我吗？你们心里只有优秀的白娇娇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平等对待你和娇娇的。我不稀罕。姐姐，你明明知道我马上就要拜妙手神医为师，你是不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不让我们知道？你想当众打我的脸，让赵院长厌弃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。白翩翩，你小小年纪，心机这么深沉，半点也没有上流高门的风度呀！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？是想让白家的人丢脸吗？就算我是神医，也不会给你长脸，因为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孽障！妈，我这风湿怎么现在发作呀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你消消气，别被姐姐气坏身子了。翩翩，妈的风湿又犯了，你既然是神医，就请你帮妈治疗一下。从前我千方百计的想帮她治，每一次都被白娇娇给打断了，不然她的风湿早就好。妈妈，妈妈，您的腿一到下雨天就犯风湿，我特意给您拿来了艾灸，
给您熏一熏。啊，什么艾灸呀？不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娇娇，妈妈陪我去逛街吧。好，都依你。我当时怎么知道他是神医啊？我还以为这是他争宠的手段。曾经我真心的把你们每一个人都看作家人，用尽我毕生所学，只希望你们健健康康。但现在想让我为你们医治，晚了。你真的有这么绝情吗？是你们，亲手毁掉了我对你们的情分。偏偏，我们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。你们有把我当做过家人吗？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只有白娇娇，把她当做最爱的妹妹，最爱的女儿。你们根本不配做我的兄长、父母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看这个所谓的神医，说不定就是骗人的。是，姐姐在乡下生活了10几年了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医学造诣？她的神医身份，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娇娇说的对呀，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可能是神医？我看呀，他就是和那个什么赵院长合起伙来骗我，想坑害娇娇。我不是神医，难道你是？我们家娇娇可是这次医学考试的断层第一，就你那三脚猫的医术，根本就比不上我们家娇娇的一根脚趾。上一世白娇娇成为医生后，出了重大医疗事故，被直接解雇。就她的水平，怎么可能是第一？难道其中另有隐情？看来要让赵院长去调查一下白娇娇的成绩。三哥，我也没那么厉害。既然白娇娇这么厉害，那就让她为你们的母亲治病吧。大哥，白偏偏这么绝情，你没必要一直求她的原谅。再说，我们白家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。要不是她心机深沉，一直针对景素，我们白家也不会容不下她。回来晚了，怎么样？娇娇是不是已经成为妙手神医的弟子了？妈妈的风湿是不是已经治好了？妙手神医就是我们的妹妹白偏偏，她不愿意帮妈治疗。什么？白偏偏是妙手神医？那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医治好你的风湿。好，妈妈相信你。赵院长，我觉得白娇娇的水平不足以拿到医学考试的断层第一，这其中可能有什么内幕，你好好调查一下。好。偏偏回来啦！奶奶今天包了饺子，马上就能吃了。谢谢奶奶。你今天不是去参加什么研讨会了吗？怎么不开心啦？没有，就是遇见了白家的人。他们又欺负你了？才没有，他们才欺负不到我。只是看着他们无条件维护白娇娇的样子，还是会失望。我们偏偏也有人宠。这是私家祖传的珠宝项链，奶奶送给你。不过你别担心，奶奶知道你啊银饰过敏，这可不是银哦。奶奶，唉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既然奶奶送给你了，你就收着吧。拿着。另外，这张黑卡也给你，就当做是你照顾奶奶的报酬。这，拿着呀。哎呦，别跟这小子客气，拿了呀就随便花，花完了再让这臭小子去挣吧。谢谢奶奶，也谢谢你。不用谢。
白偏偏对我这么绝情，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？白总，这是偏偏小姐家的监控。太漂亮了！今天晚上是娇娇的生日晚宴，一定是白总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这样吧，我上去请她下来看一看。哇，好漂亮的裙子啊！这是白总送来的礼服，说是在晚宴上穿。看来大哥没有忘记我的生日。干什么呢？这可是白总送给我们娇娇小姐的礼物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也配碰它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满，我霸占你身份这么多年，可这是大哥送给我的礼物，你还给我好不好？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大哥送了2条裙子，应该是给我们一人1条的。这可是知名品牌繁星的高定，知道什么叫高定吗？这一条裙子上千万，你个土包子也配碰它？姐姐，大哥每年都会送我2条裙子，任我挑选，他应该没有送你吧？要我说呀，娇娇小姐，你就是心态好，这个土包子怎么配参加宴会呢？到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丢的也是我们白家人的脸。不如这样吧，娇娇小姐，我们回你房间去试。偏偏在白家竟然过的是这样的日子，连女佣都可以对他肆意侮辱。我找别墅里的女佣打听了一下，在白家，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出言羞辱偏偏小姐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不管她受了什么屈辱，都没有人在意。难怪那天的晚宴，偏偏穿着那样的衣服来参加。我是不是迟到了？今天是娇娇的生日宴会，你怎么穿这种垃圾就过来？真是丢我们的脸！这不是垃圾，是我攒了好久的钱买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你也不能穿成这样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呀！海城的世家千金看到了会看不起我的。赶紧滚出去吧！这是高档宴会，别人看见还以为是安保不严，从那儿混进来个乞丐。你先回去吧，今天是娇娇的生日，别再惹是生非了。娇娇，走。可是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！是我错了，我竟然忘记了，那天也是偏偏的生日，难怪他怨恨我到这种地步。白总，偏偏小姐其实挺关心你的，她为你做了很多事，但你还是自己看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胃疼啊？我去给你煮碗醒酒汤。药我拿了。
大哥，喝点醒酒汤吧。谢谢娇娇，这是你给我煮的吗？是啊，你快喝吧。一直忽视了翩翩这个妹妹。我没想到娇娇竟然会抢翩翩的功劳，难道娇娇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善良吗？帮我去查一下，翩翩现在在哪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看你在忙，就没打扰你。我给奶奶做了养生粥，你也来一碗吧。奶奶，哎呀，翩翩真是懂事儿，一大早呀就起来给我熬粥。奶奶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翩翩的手艺真好，可惜呀，你的亲生父母真是没眼光，放着这么好的亲生女儿不疼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竟然去疼一个养女。唉，确实不错。奶奶，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，疼爱我。你就把我呀当成你的亲奶奶。好。奶奶，这是我亲手制作的衣服，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啊！哎呀，这不是新秀设计师艾米莉亚的作品吗？听说她今年呀横空出世，虽然设计的东西不多，但每一件都是惊世骇俗，而每一件入市的作品呢，都以公益拍卖的形式出售。艾米莉亚更是分文不取。你说是你做的，难道你是设计师艾米莉亚？没想到你不仅懂医术，还会设计。那年生日晚宴，我被白家人嫌弃穿着丢人后，就一直在学习设计。没想到短短1年，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奶奶喜欢就好。喜欢，喜欢，太喜欢了！我现在就去换上，等会儿去跟我那些老姐妹们嘚瑟嘚瑟啊！这串菩提手串也是我亲手制作的，还请寺院的方丈加持过，送给你。给我呢？也谢谢你，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我。你说翩翩住的私家别墅？是的，白总。私家可是海城首富，偏偏竟然和私家的人认识。
你去把他叫出来。是。偏偏呐，你送我的这身衣服真合身，多好看呐！奶奶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再送你。太喜欢了。老夫人，门外白家的人想见翩翩小姐。白家人？哪个白家人？说是您的大哥。偏偏你要是不想见，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赶走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我也想看一看，他来找我做什么。偏偏，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。你找我什么事？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今年大哥特意给你挑选了一件最漂亮的裙子，做你的生日。你们白家人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生日，在我失望彻底离开之后再想补救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偏偏，是大哥错了，大哥之前一直忽视了你，你原谅大哥好不好？白文景，你现在费尽心思讨好我，是为了弥补你心里那点可怜的愧疚感，还是看上了我神医的身份，想感动我让我回家给你妈治病啊？偏偏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从前会为了你们一点好就感动的白偏偏了。你滚，现在就滚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另外，请你别再以我大哥的身份自居，你不配。偏偏，至少收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放开我！白总，偏偏已经表示拒绝了，你若再纠缠不休，未免有些不太好看了吧？苏总，偏偏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只想给她送条漂亮裙子而已。偏偏现在已经住在我们司家了，白总不会觉得我们会少她一件衣服穿吧？这些衣服和首饰都是偏偏。至于你送来的垃圾，还是收好带回去吧。偏偏在我们司家只会过得更好。管家，送客，以后白家的人来，一律不见。终究是我悔过的太晚了，他不会再回来。神医前辈，已经查实白娇娇的医学考试是作弊的，我会立刻通知白家废除白娇娇的成绩，并且全球封杀。金一桐、白子欣、白启安，我很好奇，你们知道白娇娇的优秀都是作弊得来时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偏偏回来了吗？他不愿意回来。姐姐是不是仗着自己的神医身份，连家都不愿意回来呀？你胡说！大哥，你赶紧把白偏偏叫过来啊！这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娇娇的没办法。你一开始不是不相信神医的身份吗？要不是妈说白偏偏帮他按摩能缓解病症，我才懒得理他。三哥，姐姐一直都不喜欢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在家，所以她才不愿意回来的？要不我先离开白家，先让姐姐把妈妈的病治好再说。哎呀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才是妈妈捧在手心里疼了10几年的宝贝儿，妈妈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是啊，娇娇，你才是我们的妹妹，
至于这个白翩翩，随他去吧。他身无分文，我看能待多久。妈妈，那你的病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的病又不是只能他治。对啊，娇娇，没必要跟这种人置气的，是不是？白翩翩就算是神医又能怎样？连给自己的亲生母亲治病都不愿意，那就是不孝，根本就比不上我们家的娇娇。偏偏竟然是在这样的家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之前我也在这群不断刻薄羞辱她的人中间。妈，您对翩翩了解多少？她回家这么多年，我们都不知道她对银氏过敏，不知道她在白家连饭都吃不起，甚至连佣人都可以对她随意欺辱。佣人欺负白翩翩？他这样一个土包子，参加什么宴会啊？只能给我们白家丢脸。怎么说白翩翩也是我们白家大小姐，这群女佣竟然敢这么羞辱她？那白翩翩啊，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没有教养，也不懂为人处事。我们不喜欢她，所以才这样。哪像我们娇娇，善良优秀，那佣人们偏爱她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妈，这件事您知道吗？您看见过，但是并不在乎。您觉得翩翩从小没养在身边，所以对她充满偏见，觉得她所遭受的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，对吗？谁让他不如娇娇讨我的欢心呀？整天惹是生非的，什么都要跟娇娇抢。大哥，你今天是怎么了呀？啊，怎么一直帮那个土包子说话？我只是觉得我们对翩翩的了解实在是太少，她其实比我想象的优秀很多。优秀？大哥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，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我们娇娇这么年轻，就是医学天才，前一阵考试还拿了第1名。就是，白翩翩害我们娇娇被赵院长误解，但是就算进不了赵院长的医院，娇娇还不是被全球最厉害的医学研究院收录？医学院？没错。是啊，大哥，研究院的人应该马上就会送聘书过来。等娇娇进了研究院，说不定就有办法治妈妈的风湿了。那倒是一件好事。夫人、少爷、小姐，医学研究院来人了。这么快？钱院长，你是不是来给我们娇娇送聘书？一定是。娇娇，等你进了研究院，哥哥送你一套最好的别墅。二哥也专门给你定制一套珠宝。谢谢二哥、三哥。谁说我是来送聘书的？经查实，白娇娇医学考试作弊，成绩废除，终身不可再从医。我是来送回白娇娇资料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钱院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的成绩不能作废呀。证据确凿，白娇娇，我已经足够给你留面子了。这院长怎么话都不说清楚就走了？怎么能说我们娇娇作弊呢？三哥，别追了。娇娇，哥哥得跟你讨个公道啊，不能让你平白无故让人冤枉啊。娇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哭了呀？是不是那个钱院长跟你说什么了？娇娇，是不是有人诬陷你，还是想耍手段把你名额抢走？哥，我不想再学医了。好，我看这个医生不做也没什么。娇娇是我们白家的小公主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妈妈也养得起你啊。娇娇，你在医学考试上作弊了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娇娇呢？
娇娇从小就是医学天才，一个小小的医学考试怎么可能作弊？那如果她从小就作弊，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看我呢？大哥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一直针对娇娇？我现在终于知道，偏偏从前在白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钱院长亲自来送还资料，说白娇娇考试作弊，你们竟然都不信。那偏偏在这家受了什么样的委屈？只要白娇娇颠倒黑白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站在她的身边。又关偏偏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大哥，白偏偏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今天一整天都在替他说话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也不屑于说，因为他对这个家已经彻底失望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文景，你说什么呢？偏偏只不过是跟我们闹脾气而已，像这样的事情，以前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以为是他在任性是吗？你们全部都是逼走他的罪人，当然，也包括我。偏偏那个贱人，什么时候居然笼络住大哥的心？在偏偏回来之前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大哥，文景，大哥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谁知道？因为一个白偏偏闹得鸡犬不宁，真是个扫把星。大哥，你为什么那样对我？这件事跟我都没关系，不是吗？我是无辜的呀。不管事情和你有没有关系，我都希望你以后离偏偏远一点。你们本来就无法共处，又何必强行在一起？以前偏偏受的委屈够多了。大哥，你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？以后，我只是偏偏的大哥。好了，娇娇，别哭了，当不了医生，咱们还不稀罕呢。二哥的公司马上和4氏做合作了，二哥看过你的设计稿，很有天分的，说不定我们娇娇啊，以后还会是一个很厉害的珠宝设计师呢。好。怎么了4氏集团的珠宝设计部想要挑选设计师团队，我本想举荐你的，但是公司的其他老股东想用你二哥白齐安的团队。你不用顾虑我，白家的事我不关心也不在乎。我想用的团队，除了能力之外，我还是有私心的。什么？我刚接任公司不久，公司的其他老股东还不服我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彻底征服他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好，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一定不会让你输。走吧，陪我去好好的逛一逛珠宝店，我要好好准备这次的设计稿。好。这整家店都是私家的，你可以随便逛。好。司总，您来的正好，珠宝店的经理有事找您。你有事就先去忙吧，我自己逛逛。我马上过来找你。你去把车停到地下车库吧。好的，白小姐。那不是白翩翩吗？姐姐怎么会从那么好的车上下来？她跟那个老男人还有说有笑的，她该不会跟那个老男人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吧？去看看。白小姐，这款珠宝很适合你。确实不错。白翩翩，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老男人是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老男人啊？
姐姐，我跟二哥刚刚都看见了，你从一个老男人的车上下来。他们是没看见司伯年，以为我被那个司机包养了吗？你不肯回家，就这么自甘堕落出卖自己的身体吗？白二少爷，我和你们白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吧。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？真恨不得你从来没有来过白家。姐姐，你就算再怎么跟白家闹别扭，你也不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啊！你毕竟还是白家人，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，可怎么看我们白家呀？心脏的人，看什么都脏。你还不知悔改？现在就跟我回家！住手！你们不是说我被包养了吗？包养我的老爷来了。住手！和白偏偏在一起的男人，竟然长得这么帅。你是司氏集团的总裁司总？司氏集团的总裁，不是那个有名的金泉佛子，生人勿近吗？竟然会让白偏偏这个贱人待在他身边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司总认识我妹妹？白启安，偏偏再怎样都是你妹妹，你竟然这么侮辱她，还侮辱她被老男人包养。偏偏那个乡巴佬，凭什么都被赶出家门，还能认识司伯年这种人，为他百般呵护？他可是司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司总，您别误会，我的姐姐她从小生活在乡下，我们也是怕她什么都不懂，走错了路。你的姐姐可比你聪明多了。司总，刚刚我明明看见白偏偏和一个老男人在一起，你不能包庇他呀！我再强调一遍，白偏偏身边从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是说你们觉得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老男人？不好意思，司总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白偏偏可真有手段，不仅让大哥站在他那边，现在还勾引了司伯年。白偏偏不就是靠着身体和脸勾引司伯年吗？只要司伯年看到了我的优秀，一定也会像白家人一样，毫不犹豫地偏爱我。怎么样，有喜欢的珠宝吗？还没有，被不相关的人扫了兴。那就全都包起来，送到司总，让偏偏一个人欣赏。是。拜拜。想不到白偏偏离开了白家，竟然去了司家。二哥，你的工作室不是和司氏有合作吗？你就带我参加竞标吧。等着吧，白偏偏，我一定会把你的东西全部抢回来。白偏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上车吧。白二少爷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白偏偏，我不管你跟大哥说了什么，让大哥对娇娇的态度变得如此恶劣，但我警告你，不要伤害娇娇，也不要压娇娇一头，不然我一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要是上一世的我听到这些话，该会有多伤心？而现在，我已经为这群所谓的家人死过一次，你说什么，我都毫无感觉。白偏偏，你听到没有？二哥，希望你听清楚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二哥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回到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上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你们白家任何人都不会有交集，会离你亲爱的妹妹远远的。至于你，再也不用不情不愿的听我叫你哥哥。白偏偏，你就当我这段时间在白家是暂住吧。既然是陌生人，就没有资格教训我。我做任何事情也跟你毫无关系，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处理好了吗？嗯，以后跟白家人都不会再有交集了。开车。
白冰冰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看这个妹妹怎么会走到这么针锋相对的地步？二哥，你别伤心了，就算姐姐不把你当哥哥，你还有我这个妹妹呀。对，我还有娇娇这个妹妹。白偏偏，我等着你后悔的那天。白先生，请您多关照，大家落座吧，大家落座吧。您多关照呀。可以商量。听说今天司伯年那小子还带了一个设计师过来，想竞标司氏钻石的珠宝设计项目。要不怎么说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？白二少那可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设计师，除非他能找来今年时尚圈最神秘的年轻设计师和梅丽，不然他怎么比得过白二少？二哥，听说这个阿梅拉特别神秘，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虽然作品不多，但是每一件都是别出心裁。可惜阿梅拉的作品都用于公益了，不然我也想买一件。是啊，阿米拉的作品的确很有个性，连时尚圈的老佛爷都有意收她为徒。真希望能见一下这个有天赋的人。这张设计稿是我出道以来最满意的一张作品，等下肯定可以让你在股东面前立足。好。哎，司总过来了，旁边带的这位是谁呀？这是不知道，没见过呀。这位年轻人是谁呀？司少怎么把白偏偏这个乡巴佬也带来了？竞标会开始吧。这就是您带来的设计师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司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姐姐，她在乡下生活了20年，应该是不会设计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司少带过来的这个年轻人是谁呀？不会设计带过来干嘛呀？白偏偏，今天场合不适合你来胡闹，赶紧出去。第一，我来这个竞标会跟白家没有关系。第二，我是司伯年请来的设计师。我是司伯年请来的设计师。白偏偏，你就不要丢人现眼了。你要和我争今天司氏的项目吗？司少，我不知道姐姐是怎么跟你说的，但是她的确没有这个能力。不如你直接选择二哥的团队，我和二哥一定会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好。怎么转行了？被医学行业彻底封杀之后，改跟白启安做珠宝设计了？怎么可以这么跟娇娇说话？白启安，这里是竞标会现场，不是你处理家务事的地方。你若不想参与，请你出去。司少，你别误会，我哥哥没有这个意思的。行了，正事要紧。这次的珠宝项目价值100亿，容不得马虎，请二位设计师拿出自己的作品参与竞标。我们先来。哎呦，这果真设计的不错啊！哎呀，很有天赋啊！看起来不不愧是白少，真的很棒。白少不愧是首屈一指的珠宝设计师啊，设计出来的作品还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是啊，这样看来，司总带来的人是没有必要再展示自己的作品。这幅作品是我的妹妹娇娇设计，虽然有缺点，但能看得出设计天分很高。的确不错，不愧是白二少的妹妹。还是多亏了二哥的指点呀。
姐姐，我觉得你也不必拿出自己的设计稿了，不然丢的可是你自己的。怎么，偷别人东西偷多了，真以为是自己的了？怎么，偷别人东西偷多了，真以为是自己的了？难道被白偏偏发现？小姐，你手上这是什么？二哥的设计稿吗？啊，这是偏偏小姐房间的垃圾桶，这个设计稿应该也是她的。什么？白偏偏竟然还有设计天赋！你走吧，这些我来处理。好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这张珠宝设计稿根本就不是白娇娇的。白娇娇什么时候做过珠宝设计？娇娇是我妹妹，我在设计领域小有成就，我的妹妹有设计天分，很正常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也可以继承遗传基因。你不要混淆视听了。今天的项目我势在必得。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作品，怎么就认定我一定会输？白偏偏再厉害，也绝对比不过二哥。哇，这就是他设计的，这是这小姑娘设计的，真好，非常高贵啊！天哪，这就是这位姑娘设计的作品吗？简直不可思议啊！白偏偏竟然有这么高的设计天赋，怎么可能？姐姐怎么可能会画出这种作品？我的意思是，姐姐从来都没有学过设计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作品？我带来的设计师作品就在诸位面前，请各位评一评理，到底谁才有资格拿下这个珠宝项目？我觉得第二个姑娘设计的更好，这个设计的第二个有新意，是吧？原本也还觉得白少的设计不错，但这位小姐的作品一出来，可真是相形见绌啊！没错，我们也不可能闭着眼睛说白二少的作品更好。那这次珠宝项目就交给……这不是姐姐的作品，这上面有俺们俩的签名。哎呦啊，还真是啊！抄袭啊！这是难怪设计的这么好，难道是抄袭的？此上木是被坑了，抄袭被你们带上来。阿米莉亚的手稿里面会巧妙地融合自己的名字和作品，让人难以琢磨。白偏偏，没想到你竟然敢抄袭阿米莉亚的作品。司总，我本来还以为你年少有为，这次请来的设计师的确精彩绝艳，没想到怎么能抄袭？竟然纵容你的设计师公然抄袭。没错，你抄袭别人就算了，那可是时尚圈老佛爷都想收为关门弟子的新秀设计师阿梅丽。还好白二少的妹妹及时发现，不然这产品真的制作出来，阿梅莉亚能把我们告到倾家荡产啊！我为什么要抄袭呢？我就是阿梅丽。我就是阿梅丽啊！我去，她居然是阿梅丽亚！是阿梅莉亚，她就是阿梅丽亚！居然是本尊来了！天才设计师米娅，居然就是我一直以来百般厌恶的亲妹妹白偏偏。偏偏竟然是全能设计师阿梅尔，这个乡巴佬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设计天赋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就是阿米莉亚？白奇安，就算我告诉你了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从来就不在乎我这个妹妹，向来白娇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不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设计吗？2年前白娇娇的生日晚宴，她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礼服，而我穿着打工赚钱买来的裙子，
满心欢喜的参加，可最后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？赶紧滚出去吧！这是高档宴会，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安保不严，从哪儿混进来个乞丐。我没想到你们心里根本就只在乎白娇娇，根本没有人在乎过，那也是我的生日。当时的我还傻傻的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，是自己太差了，所以我拼命的努力，就是想要追赶上你们。可是呢，你们连正眼都懒得看我一眼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忽视你。当我随便一幅作品都可以惊世骇俗的时候，才发现你白起啊不过如此。而你那个引以为傲的妹妹白娇娇，偷了我一张废物，便视若珍宝，可不可笑？是我错了，是二哥错了。本来还以为你年少轻狂难堪大任，没想到竟然连 Amelia 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设计师都认识，我们无话可说。是啊，这次集团的珠宝设计就交给Amelia，从此以后我们对你是心悦诚服啊。偏偏，恭喜你，也恭喜你在私事站稳脚跟啊，司总。贱人，竟然又这么摆了我一套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二哥，等等我！二哥，你给我的设计稿是偷了白翩翩的吗？二哥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那设计稿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千万不能信姐姐的话。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这个妹妹。大哥，白翩翩究竟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？她竟然是天才设计师Amelia。我们之前确实忽略她太多，谁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妹妹是那么的优秀，在背后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。这是家里监控，她其实一直把你当她的。二哥，这是我亲手为你设计的项链。滚！谁会带这种垃圾啊！我以前对翩翩态度这么差，一定是我的设计二哥还看不上，我还是再去修改一下设计稿吧。是二哥对不起，都怪二哥。我们之前对翩翩做了太多错事，只想着不能让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娇娇受到委屈，却忽视了翩翩才是最委屈的一个。娇娇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本该就是属于翩翩的。翩翩刚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甚至都不让她叫我们哥哥。妈妈，哥哥，姐姐回来了，你们该不会不要娇娇了吧？胡说什么呀？娇娇呀，永远是妈妈的女儿。是啊，娇娇，你别担心，你呀，永远是我们白家最尊贵的小公主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妈妈，我叫白翩翩。以后我就不是哥哥们唯一的妹妹了吗？哥哥们会不会爱姐姐多于我？娇娇别怕，在大哥心里，永远只有你一个妹妹。二哥心里也是。我就更不用说了，三哥最疼娇娇了，对不对？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闭嘴！谁是你二哥？我心里面只有娇娇一个妹妹。娇娇正在伤心自己不是真的败家千金，你非要这么叫我，你要娇娇伤心吗？不愧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小心思就是多。行了，你先随便找个房间住下吧，先不要出现在娇娇面前。偏偏现在不认我这个二哥，是我自己活该。他所有的怨气都是对的，都怪我们。不知道妈和子欣什么时候才能发觉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。我现在就去求他原谅我。等等，他现在对我们很抗拒，最好给他一点时间，慢慢原谅我。翩翩回来了，奶奶，我今天成为了思氏集团的合作设计师，等拿到了项目款，你想要什么，翩翩都给你买。好好好。唉，
偏偏要是我的亲孙女就好了。我也想是奶奶的亲孙女。你不行。什么？我奶奶只能有我一个孙子。堂堂私事集团的总裁，连这点小醋都吃啊！奶奶，我先上楼换衣服去了。小娘，你今天很不对劲。有吗？告诉奶奶，是不是对偏偏动心了？要是喜欢人家，就动手去追嘛。小心呐，偏偏这么好的姑娘被别人抢去，手慢无误。偏偏刚被家人伤害过，对所有人都有防备。我不想逼他，慢慢来吧。哦，二哥，这是我新画的设计稿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这是我亲手为你设计的项链，送给你。喂，谁又带这种垃圾啊？你不说你并没有抄袭吗？那有什么必要求我原谅？我只是怕你跟大哥一样，以后都不理我。二哥，你说过，你的妹妹只有我一个。佳佳，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，偏偏才是白家的亲生女，我们的亲妹，而你霸占了偏偏的身份那么久，有些东西是时候还回去了。佳佳，你怎么了？三哥、大哥、二哥好像都因为姐姐都不愿意理我，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待在白家？我就应该把白家大小姐的身份还给姐姐。白家大小姐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你，也不知道那个乡巴佬跟大哥二哥灌了什么迷糊药，搞得现在大哥也不回家了，二哥见着我们也不讲话。我看他就是个丧门星女，非要把我们这个家搞得不得了。可是姐姐是因为我才不愿意回来的。他心里要是有个家，要是认我们这几个哥哥，他就不会这么对我。佳佳，你放心，我白子欣就只有你这一个妹妹，而且我这辈子也不会改变。哥哥，白偏偏，敢抢我的东西，我一定会让你为此付出代价。这是你和思氏集团合作的珠宝设计项目酬金，有多少钱啊？大概3000万吧。一夜暴富的梦要实现了是吗？之前给了你一张黑卡，也没见你用过，还以为你对钱不感兴趣呢。傻子才对钱不感兴趣呢，只不过这是我自己赚的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打算买一只股票，最近牛市的势头很猛，说不定可以趁机大赚一笔。你对这个也有研究？海姆国多个油矿发生爆炸，对传统能源造成巨大打击。YT 公司新能源的股票已在3秒钟内突然暴涨至35倍。哇，又有一批人要暴富喽！上一世就是在今天。YT 公司新能源的股票突然暴涨，传统能源股票纷纷暴跌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握住时机，稳稳接住这个暴富的机会。那你打算买哪只？我打算买 YT 新能源的那只股票，我建议你也跟着我一起入股，绝对大赚一笔。谁不知道 YT 新能源啊，是一个快要退市的夕阳股。有些人果然不愧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学有钱人玩股票。
又是白家人。哎呀，白偏偏啊，你不要以为现在是牛市，你随便买几个快要退市的夕阳股就能赚钱。关你屁事啊！姐姐，三哥也是为了你好，毕竟你刚来白家，对于股市一窍不通。司少，你也知道 YT 新能源快退市了吧？这是偏偏的钱，他想怎么用是他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偏偏，子欣说话是难听了点，但现在的 YT 确实不太适合投资。你要是想玩股票，大哥给你介绍几个势头好的。是啊，偏偏，大哥掌管白氏集团多年，也算是金融行业的专家了，就听大哥的呗。这次你打算投多少钱？我要 all in。偏偏，你要不要再想想？毕竟大哥都不敢把全部身家放在一只股票上，你不能因为和我们赌气就这么冲动啊！赌气？你们配吗？哼，他想作死就让他作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天生的穷，有了钱都不会花。幸好之前在白家的是我们家娇娇，不然我们白家的财产都要被白偏偏这个女人给败光了。我不仅要 all in， 我还要加50倍杠杆。我不仅要 all in， 我还要加50倍杠杆。偏偏等等，50倍杠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股票暴跌，你不仅血本无归，还可能背上巨额债务。那也跟你们无关。放心，我就算欠钱，也不需要你们白家来。大哥不是这个意思。打肿脸充胖子，迟早有你哭的时候。姐姐，哥哥们都是为了你好。司少，你也帮着劝劝姐姐吧。偏偏想怎么用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相信。你们一个个看似是为了我好，以为做一些廉价的事情就会让我感动，但是实际上你们没有一个人相信，觉得我会满盘皆输。白文景、白齐安，收起你们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妹妹了，没有必要对我流露出这些虚伪的爱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廉价的东西而原谅你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大哥和二哥说话呢？闭嘴！谁是你姐姐？娇娇，跟这种人啊，多说无益。他既然这么自信，就让他狠狠的栽个跟头，背上巨额债务，到时候自然就会回来跪着求我们原谅。好啊，白三少，你既然这么有自信，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？如果我的股票大涨，你就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白偏偏啊，我可是你三哥啊，你居然敢让我给你下跪磕头？怎么，白三少你不是很有自信吗？怕输啊？哼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我有什么不敢？子欣，你别冲动。我们要赌，就赌过大的。我有内部消息，在5分钟之内会有一只传统能源股暴涨，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投进去。我们就比在规定的时间内谁赢的钱多，怎么样？好啊，5分钟足以让你满盘皆输。好啊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给我们家娇娇下跪道歉，并且还要在我们白家当女佣，永远伺候娇娇。三哥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对姐姐太不公平了呀？哼，等他那只股票退市，他自然会背上巨额债务，到时候说不定他还求着我们给我们当女佣赚钱呢。好啊，我同意了。好啊，来人，把实时股票信息投在屏幕上。子欣的股票已经开始上涨，
偏偏的 YT 新能源股已经开始下跌了。他要说了，白偏偏，你就等着下跪给娇娇道歉吧。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哼，就算再给你点时间，也改变不了你必输的结局。3、2、1。为什么子欣的股票开始下跌了？偏偏持有的 YT 新能源股已经暴涨至快20倍了。这怎么可能啊 ！YT 新能源股还在涨，难道要涨破35倍？这简直前所未有！也对这只股票把握的多么精准，才能掐秒算出的暴涨时机。我们的妹妹，难道在金融领域也是个天才？这一次还得谢谢传圣你思维有带来的变。怎么可能？我的传统能源股怎么这么快就跌停了？偏偏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在背后耍了什么花招！YT 的新能源股暴涨，到底是真是假？白三少，你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！听说是 M 国的多个油矿发生爆炸，对传统能源造成巨大打击，所以 YT 公司新能源股票突然暴涨。看来胜负已分，白子欣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下跪磕头了呀？姐姐，这可是我们的三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是他先招惹的我，况且如果是我输了，他白子欣会放过我吗？大哥、二哥，你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给这个乡巴佬下跪道歉啊！愿赌服输，你自己应下的赌注，理应你自己承担。堂堂白家三少，不会要违背誓言吧？好，我跪。三哥，我看你们谁敢让我儿子下跪！白偏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让你三哥给你下跪！妈，是子欣先对偏偏咄咄逼人，既然打了赌，就要愿赌服输。是啊，妈，这不怪偏偏。我看你们两个是不是昏头了？这可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，你们居然向着白偏偏！偏偏也是我们妹妹，她不是很有本事吗？她不是要和我们白家断绝关系吗？她连你们两个哥哥都不要了，你们还舔着脸上去，连子熙和娇娇都不顾了吗？妈妈，姐姐没有欺负我们，你不要怪姐姐了。娇娇，你别帮她说话。自从她来了白家，整天惹是生非，今天竟然还要逼着她三哥给她下跪，简直就是个孽障！你就不能好好学学娇娇，做个大家闺秀吗？也难怪我们全家都不喜欢你。这位女士，就算你是偏偏妈妈，也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吧？司总是吧？我见你年纪轻轻就坐稳了司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但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金女士，请你搞清楚，是你的孩子先招惹我的。你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妈，你居然叫我金女士！从我第一天进白家门开始，你就不让我管你叫妈妈。你说怕白娇娇面对我的时候会难过，会伤心，担心她跟白家没有血缘关系，会自卑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偏偏居然都记得，是我们伤得太深了。现在我已经如你们所愿，离开了白家，离开了你们亲爱的女儿，为什么到头来感觉还是我白偏偏的错啊？上一世，即使面对这些冷落和不公，我还是在危难的时候救了白娇娇和白子欣，而他们却眼睁睁让我死在了那场爆炸里。我真是后悔，居然10月怀胎，生了你这么一个孽障。为什么娇娇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呢？现在我已经离开白家，你大可以把白娇娇当成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一家人可以相亲相爱。既然你有怨气，可以说出来。但是娇娇她什么都不懂，她是无辜的，是你一步一步的要害你妹妹，才让我们厌弃的。没错，
你的女儿的确优秀，优秀到快要把白家拱手让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上一世我死后，灵魂一直游离在白家人身边，亲眼看着他们最爱的女儿和妹妹，为了换取利益，将白氏集团的公章偷给了对家公司，导致白家家破人亡。妈妈，你不要以为随便攀咬几句，我就会怀疑娇娇。娇娇天生的善良懂事，你半点也比不上。走。偏偏，妈刚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是啊，偏偏，我们回去劝劝妈，会没事的。白大少，白二少，你们不会以为说几句好话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跟你们掏心掏肺了吗？偏偏，我们不想听你们说话，走。偏偏竟然真的怨恨我到这种地步。走啊！还痛吗？不痛了，以前都被打习惯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伤，是你心里的伤。没事，你别担心了。况且我现在有奶奶了，奶奶也是我的家人，比白家人好10000倍的家人。走吧。什么时候偏偏能把我当成家人，那该有多好。偏偏那个贱人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准备拿白氏集团换钱的事情？娇娇小姐，只要你帮我们偷到白氏集团的公章，帮我们吞并白氏，我们将会以白氏集团2/3的财产作为报酬，这样你就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去讨好白家那些人了。最近大哥二哥的心都在向白偏偏倾斜，我也要早做打算。那就合作愉快。看来必须尽快把公章偷到手。潇潇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睡不着，随便走走。是不是今天早上被白偏偏气到了？放心，三哥和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谢谢三哥。那你早点休息啊，我进我房间了。好。肯定在这里。我的手链怎么不见了？那可是娇娇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，回去看看。开了，你妈果然没有变，白家那群蠢货，什么密码都告诉我。书房门怎么开着？你在书房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三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么晚了，能干嘛去？还好没有被白子欣发现。三哥，你怎么也上车了？太晚了，一个人不安全，三哥陪你。三哥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啊，你想干什么，三哥都陪你。好吧。
必须得想办法摆脱他。娇娇，你怎么来这么偏的地方？兜风啊！好啊，既然你想兜风，那三哥就陪你。时间快到了，怎么才能让这个小蠢货下车？哎，娇娇，你脚下是什么？三哥，我来救你们。大哥，姐姐呢？你还管他做什么？像他这样自私恶毒的人，肯定早跑了。我在这里，大哥，救救我！我还在这里。白翩翩，现在知道打电话了，大哥，都怪他才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的，你还准备搭理他？没错，是我把公司的公章偷给了对家公司，将白家的财产呀牢牢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要不是我醉驾，我也不会带着白子欣和白翩翩出车祸。白翩翩就不会死了。谢谢你们呀，要不是你们永远的坚定的站在我这边，从来都不相信白翩翩，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拿走白家的一切。现在你们都可以去死了。子欣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别了！子欣，你怎么了？翩翩现在在私家别墅，已经很久没回家了。难道我看到的是上辈子的记忆？怎么说胡话了？什么上辈子的记忆啊？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上辈子把娇娇带着我和翩翩醉驾出了车祸，翩翩救了我们以后，为了你那条送给她的项链，被困到了车里。我们没有人在意她，人死在了那场车祸爆炸里。是翩翩救了我，是她救了我，我却这么对她，我真该死啊！子欣，子欣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重生，这也太离奇了。大哥，如果子欣看见的都是真的话，那么翩翩很有可能也回来了。所以他对我们白家人才这么深恶痛绝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白家。他真不在乎我们这些家人。我们抱着白娇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他该有多绝望！这可能只是一场梦呢。妈，不是梦，这绝对不是梦。白娇娇还偷了我们家的公章，卖给了对家公司，导致我们一家人流落街头。他肯定撞死了我们。娇娇。大哥，白娇娇偷了我们家公司的公章。什么？我现在就去。你们是在找我吗？你们是在找我吗？蔡总，你们公司与我们白氏向来不和，这里不欢迎。是吗？我今天来可是白大小姐亲自邀请。
娇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他威胁你什么了？你快告诉妈妈。妈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白娇娇偷了我们家的公章，卖给了我们白氏集团的对手公司。看来你还不算太傻。白娇娇，我们白家待你不薄吧？你说什么我们都相信，我们甚至为了你赶走了我们的亲妹妹。亲妹妹，果然，你们心里想的呀，还是白翩翩那个贱人。我从来都把你一个人当妹妹，我这么相信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大哥和二哥都已经站在白翩翩那边了，你会心软也是迟早的事情。毕竟我又不是你们白家的亲生孩子，所以我只能早做打算了。娇娇，就算妈妈知道你不是白家的亲生女儿，我也将你视如己出啊！甚至怕你伤心，处处偏爱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？嘴上的偏爱谁在乎啊？再说了，你把公司都给大哥了，我什么权利都没有，我永远都只能仰仗着你们，每天都在害怕，万一你们抛弃了我该怎么办呀？所以你就和白氏的对家合作，要毁了白氏啊？没错，只要白氏被吞并，我就能拿到白氏集团2/3的财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是犯法的？你觉得我在乎？为了财产，我连你们的命都不在乎。所以那天晚上你是去给他们送公章的，对吗？没错啊，我本来不想害你的，谁叫你像个跟屁虫一样，死活都不肯走，那我就只能用命撞向你那边的围栏，让你出车祸昏迷了。原来这次的车祸你都是故意的，他可是从小最疼爱你的三哥呀！金女士，我希望你能知道，我跟你们白家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呢。是我错了，我居然为了你这种人赶走了我的亲生女儿，赶走了我的翩翩。又不是我逼你的。再说了，你以为你这些年对我的好，维护我、疼爱我，就很了不起了，就可以随意对我大呼小叫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稀罕，是你们自己心甘情愿对我好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行了，没时间在这里看你们家长里短。就在刚才，白氏已经被我们吞并，宣告破产，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即将被拍卖。现在，你们连在医院的医药费都要交不起。白娇娇，你真要对我们感激杀绝吗？二哥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谁叫你跟大哥都选择了白翩翩，这可都是报应。你们可别说我绝情哟，这里呀有500块钱，省着点花。是我错了，是我把这种人一直视如己出的养了这么多年，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，是我们活该。翩翩，我要去找翩翩，我要现在跟他道歉。子欣，子欣。奶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药膳，对身体很好，你可要喝完哦。翩翩真是好孩子。听说白家破产了，白娇娇偷走了白氏的公章，卖给了白氏的对家，现在应该被收购了。这一世白娇娇偷公章，竟然比上一世早了这么久。我看白家人呐，就是活该，竟然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，把真正在乎他的好孩子呀
赶出了家门。白家的事我不在乎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你们不能进去！哎，老夫人、四少爷、白小姐，他们非要闯进来，我怎么也拦不住啊！你先下去吧。你们一大家子闯进别人的房子了，现在还真是连白家的脸面都不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离开之后，你们不是应该跟白娇娇相亲相爱的生活吗？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偏偏是三哥错了，我都想起来了，上辈子是你救了我，我们却把你扔在爆炸的车里。你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解气。白子欣，像你这种人，凭什么有从头再来一次的机会？你们就应该一辈子活在痛苦和悔恨里。偏偏，难道你也重生了？上辈子，我至死还在想着你们这群所谓的家人。那场车祸，我明明就可以逃走，可是我还是回过头救了你，白子欣，甚至救了你们最亲爱的妹妹、最亲爱的女儿。可到头来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大哥，我在车里。大哥，我在车里。大哥，大哥！你们抱着白娇娇离开，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车的方向。你们知道当时我有多害怕，有多孤独，有多无助吗？偏偏竟然受了这么多苦。偏偏，三哥错了，是三哥错了。后来护士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看到是我的号码，都不接。偏偏，妈妈不知道。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不原谅你们吗？这就是真相。上辈子，你们每一个都是害死我的真凶。你们这群畜生，放着偏偏这么好的孩子不疼，却要去疼那个白娇娇，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也是你们活该。你们不疼偏偏，我疼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偏偏在我私教会，现在请立刻离开。偏偏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不该祈求你的原谅，但求你再给妈妈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好吗？偏偏，大哥会把以前亏欠你的全部都补给你。太晚了，我不在乎，也不稀罕你们的爱。我们的偏偏有人疼，送客。请你们赶快离开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偏偏，上一辈子我这么对你，你却还舍命救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白氏集团从白娇娇手里抢回来，把本该属于你的一切还给你。你们赶快离开吧，偏偏小姐不想看见你们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等等，偏偏，你愿意给我们赎罪的机会吗？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们，但是我可以帮你们拿回白氏集团，也可以让你白文锦继续管理公司，但前提是我要拿走白氏集团50%的股份。你有白娇娇偷取公章的证据？当然，上辈子我死后，灵魂没有直接消散，而是一直跟在你们身边，自然也就看到了白娇娇勾结对家公司和盗取公章的证据，所以我就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因果循环，只是报应，
我不喜欢你们白家人，但是我也不愿意看见上辈子将我害死的人获得不属于他的一切。好，就算你想要整个白氏集团，我都会拱手奉上。这是我欠你。这是白娇娇勾结对家公司和盗取公章的证据，你们现在去白氏，应该还来得及。之前的一切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是不是打算原谅白家了？原不原谅还重要吗？就算原谅了，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偏偏你还有我和小年，我们都是你永远的家人啊！偏偏有事吗？以前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恨白家人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竟然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被他们害死过。都过去了。我知道你被他们伤得太深了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做我永远的家人。你和奶奶早就是了呀。我说的不是这个家人，白翩翩，我喜欢你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我会磨平你所有的伤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翩翩，是我太着急了吗？4波年，干嘛突然跟我说那些话？现在好像连4家也回不去了。白翩翩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放了我！放了你？是你害得我失去了原本唾手可得的一切。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我就拉你一起下地狱。白家的一切，马上就是属于我的了。白娇娇，你偷取企业公章，涉嫌违反刑法，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不可能！你们不能没有证据就随意诬陷我。我们已经把证据提交给了司法机构。白娇娇，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白娇娇，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偷了白家不少东西，还伤害翩翩，造车祸想害死子欣，下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吧。不可能！你家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你们不能随意控制我。白家的一切都属于翩翩的，自始至终都是你抢走了属于翩翩的身份。都是因为你，他们才会那么对我。我可是他们最亲爱的妹妹啊！他们凭什么送我进监狱？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会恢复原样。我还是白家那个最受宠爱的小公主。住手！你们别过来！再过来我杀了他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不过来。你冷静点，千万别伤害翩翩。你们现在喊的可真亲呀！当初把白翩翩赶走的是你们，为了我不断伤害她的也是你们，凭什么所有的过错都要由我来承担？白娇娇，你冷静点，
你想要什么你说，我都给你，只要你放了翩翩。我什么都不要，你们已经把我毁了，毁了！娇娇，只要你放了翩翩，咱们以前的一切都旧不旧，你还是我们白家的小公主，好吗？你撒谎，你只不过是想暂时安抚我罢了。你们所有人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白翩翩，都怪你，你好好的待在乡下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回来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得我到了如今这个地步。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你放屁！我过得不好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？凭什么你离开白家还能被司伯年看上？凭什么你们白家人还能一个个的被他策反？你们爱的人明明是我呀！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逼的，都是你们逼我做的这一切，是你们逼我做的这一切。翩翩，你不要伤害他，娇娇，妈妈求你了，这辈子我亏欠他太多了，你想找人给你陪葬，妈妈陪你。可笑，真是太可笑了。妈妈，你如果真的把我当做你的女儿，你就应该把白家给我。妈妈什么都依你，求求你放了翩翩吧。我不用你为我下跪。妈，快起来！不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把娇娇养成这个样子，是我在她犯错的时候无条件的纵容她，是我伤了翩翩的心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，是我应该承受的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应该一起为翩翩赎罪。我才是罪大恶极，有些事儿明明不是翩翩的错，却因为白娇娇的三言两语，把错归在翩翩的头上。要死也是我和白娇娇一起死。上辈子如果不是翩翩救了我，我早就死在那场车祸里了。你们可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呀！着急啊！白翩翩死了，我会送你们一个一个下地狱。妈，翩翩，我要杀了你！快躲开！This is the end. I feel like 放开我，白翩翩！我要杀了你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差一点，我不敢信，我不敢信！白娇娇，我早就知道你也信不起，为了防止你，我早就去学了防身术，就凭你伤不了我。把他送进监狱，必须为自己的嘴不嘴付出代价。翩翩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秦女士，我不需要你为我挡道，你们只会成为我的拖累。我的翩翩永远不会原谅我了吗？没事的，翩翩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司伯年，你知道吗？上一辈子
我是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了你的，在我闭眼之前，最后看到的人是你。现在你又救了我，思伯年，谢谢你。我们为翩翩准备了这么多漂亮的衣服，还把她的房间好好布置了一遍。她会回来吧？一定会的。我把我那份股份也一并转给了她，以后我就为她一个人打工了。这些都是我专门给翩翩设计的珠宝，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意的。我们把翩翩接回家吧，我会用我的一切向她赎罪。好。真是吓死奶奶了！要不是小年区的及时，我都不敢想下面会发生什么事。没事了，奶奶，都过去了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会保护好翩翩的。翩翩，翩翩，这是妈妈亲手包的，你最爱吃的白菜猪肉馅饺子，你尝尝。翩翩，我们在白家为你重新布置了房间。二哥给你准备了好多珠宝首饰，以后啊，你让三哥干什么，三哥就干什么。我们回家吧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家人了，请回吧。